上帝啊，你的慈爱怎样遐宝贝啊？世间人比伫你是果的知因下，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物知着饱足，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，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，伫你的光，阮要看见光。三角音信息来学罗上帝，信息278首，圣徒逐字主圣殿，请起立。请咱依然徛咧，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，开嘴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，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地试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煞者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来流来受苦。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启应文，今仔日要启应的是启文第39篇，也就是这信息后面1069面，以赛亚书第2章。我来启，请大家来应。伫将来日子，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。
这声万国拢为一我来归依。万民未来讲，咱来去上上主的山，来去上咱国的上帝的殿。伊回应伊的道路，教示咱，互咱通行伫伊的路。律法为对释安发出，主的话为对咱生命。伊为伫列国中施行审判，伊会将刀拍做犁头。即国无阁举刀攻击迄国。雅国的家啊，着来！三更后头来祈祷，掌管宇宙万物，是阮祝福，享受生命源头的主。感谢主时刻保守。互众兄弟姊妹有福气，会当自节，会当礼拜，欢喜领受对主来的疼痛甲福音。过去的礼拜，阮温群做工，尽力服侍人，时刻用疼心甲行动来利益人，也紧趁着家己一切所讲所行，拢爱合伫主的旨意，行伫合宜的道路上，诚做三疼痛的模范。祈祷会当引带搁较侪人，较无平安的人，拢来到主的面前。毋过，阮深知家己的欠缺，在拄着阻碍，也是有过失的时，实在需要主的同在，将阮的软弱交托互主，互阮会当对神内底来心灵错误，对主赐下的力量来去调整、挽回，诚做内心谦卑、话语柔软的人。将危机看作转机，伫快快听、慢慢啊讲的调整中，来弥补、来更新。阮的确需要主赦免阮的罪，拍开阮的眼界，伫生活、伫学习、伫侍奉中，凭信心来向主求讨，求主为我做清洁的心，甲正直的灵，我靠主来得成。伫今仔日的礼拜中，嘛要为着教会一切事工运作，以及年长的长辈来祈祷，愿主时刻会陪伴，虽望无法度阻止身体的衰弱，犹愿伫日日勇敢的灵命中结出水的果子，时刻学习领受福音，细数哪加天哪喜乐，行出信仰水的脚迹，最后。也为着行动不便、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献上祈祷，愿主医治，也恳求主加添信心，伫一切的福源顶面。安尼祈祷，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。好了，请雅韵合唱团今仔日在礼拜中献的诗歌是《主，我伫遮》。
感谢雅韵合唱团水的舞蹈，煞只领受圣经。今仔日被领受的圣经经在《地王记》上第2章第1节到第3节。我来读，请大家来看。大卫必死的期近啦，就吩咐伊的囝所罗门讲。我得要行世间正人所着行的路，所以你着勇敢做大丈夫，守耶和华你上帝所交代你守的，行伊的道路，守伊的律例，伊的诫命，伊的法度，伊干净的话，照所写伫摩西律法的册里的。安尼，你无论做甚物，无论对倒落去，拢袂亨通。望主赐福互听伊话、搁去行的人。讲到今仔日要请本堂的导牧师，伊要讲的主题是心的方向。当大鼻王伊伫在世末后的日子中间，伊的心向上帝，伊的心较无甲爬上帝同在，所以就算做伊面对伊末后的日子，伫伊最后伫在世的日子中间，伊的心无惊吓。今日咱所读到的圣经，这个经文就是大鼻王最后伊的后生所罗门所讲的话，来，咱做伙来读一遍。守耶和华你上帝所交代你守的，行伊的道路，守伊的律例，伊的诫命，伊的法度，伊干净的话，照所写伫摩西律法的册里的，安尼你无论做啥物，无论对倒落去，拢会亨通。只要咱行伫上帝道路顶面，不管咱行去倒落去，咱拢会亨通。有一遍，我驶车去嘉义基督教病院，伫停车场的外口要入去的时阵，看到伊门口有一个显示器，显示讲内面佫剩2个车位。你敢知？我迄阵咧驶车要入去的时阵，看到剩2个车位，心内偌爽的。咱当想象无，甲一个停车场，你要驶入去的时阵，内面有200个停车位。我可能想讲，即款的状况，咱袂有迄款足特别的感觉。哦，足侪停车位，足好停安尼吧。但是我相信，当咱伫台北市咧驶车的时阵，应该就有迄款的感受。当咱看到最后1位、最后2位的停车位伫遐时阵，咱有可能迄个心会真意外、真欢喜吧。但是当我真正将车驶入去了后，发现讲，啥物咧剩2个停车位？遐已经有几啊台车，拢已经伫遐咧踅恁拢找无停车位。所以迄阵的感觉就是讲，外口迄个显示器所显示2个停车位，迄是无正确的。所以头前的车已经伫遐咧踅恁拢咧找停车位啊，咱嘛只好对咧开始踅伫遐咧找。踅几年了后，真正找无就是找无。就咧想讲，安尼毋知要安怎办好，哪会遮侪车佫伫遐咧踅恁拢咧等停车位？伫迄个时阵，我看到讲有一个人对病院行出来，迄是一个露天的停车场。伊对病院行出来的时阵，手摕车的锁匙。我就想讲，安尼咱嘛毋免佫继续倒黑白找啊，咱就对即个人豆对伊后壁，安尼看伊行对倒去。所以我就豆驶，一直对迄个人头前安尼去。果不其然，伊去行到一个位了后，伊入去车门一开就坐落去啊。所以你看，咱安尼豆有耐心，慢慢啊等，对即个人安尼行到伊的停车位，终于有所得啊吧。所以我伫遐的时阵，伊要甲车撸出来，结果伊撸是伊的侧屁股是撸我一边，所以我嘛是豆往后壁来撸，互伊会当出来。无拍算，当我安尼一边豆往倒体撸，伊嘛一边安尼撸出来的时阵，对面，我想咱伫台北咧找停车位，一定拢有这个经验。对面一台白色的面子，一来的时阵，
伊无咧插讲，阮伫遮咧等，伊无咧插一台安尼慢慢啊撸，啊袂撸出来，伊的车头就直接安尼撸去啊！你想我心内会爽吗？我嘛是人啊，洗啊济恁拢洗拢无，洗啊济练好不容易等着一个人安尼豆豆对伊后壁，豆豆对伊后壁去看着迄个车位啊！伊安尼一个车就安尼要甲你撸入去，所以我一个心无爽快了，我就无爱倒退撸啊。但是当我无倒退撸，即台车撸一半嘛袂法度出来，迄台车嘛无法度撸入去。你法度想象讲，规个停车场3台车撸拖遐袂顶袂当是啥物状况无？但是后来忽然有一个念头对我呢的头脑闪过去，退一步，海阔天空吼，恁拢知吼。退一步，海阔天空的念头安尼闪过去，我毋敢黑白称呼，这是上帝对我咧讲话。但是我嘛相信，圣经甲恁讲，圣神的工有百种。既然圣神的工有百种，若是安尼，我嘛相信讲，检测这真正是圣神咧甲咱提醒。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啊无，前几工咱有看到一个新闻无？一个公车司机因为一个学生甲呛一句话了，迄个公车司机就推落去下面，两个就伫遐相拍。但是因为迄个公车司机真正比较壮甲快，所以迄个学生尾仔去互拍甲鼻梁长去，回一直流。本来头前还佫有头前的代志，即个学生囡仔只是可能比较有正义感吧，所以为着伊的同学出头面来即个公车司机呛一声，但是迄个呛声后壁就掠去两个人伫遐起相拍，所以我相信讲检测这真正是圣神的提醒。既然安尼，好，咱就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咱就 follow the Holy Spirit 一款圣神的感动，咱就搁继续甲车往后壁退吧。这个车后壁退，这台车就我都撸出来啊。所以这台白色面子，哦，佫真正大摇大摆地甲撸入去啊！所以咱就佫继续，佫去说一轮，去找看有其他的停车位无。但是基督教病院，家己基督教病院有两边，中有车路隔开有两边。我所停车的这边，其实有一个无介大的地下停车场。我看迄个地下停车场，迄个显示器要入去，迄个显示器是显示讲下面的停车位是0，所以我伫咧想讲，当我对外口入来的时阵，明明无车位，伊甲我讲还佫有2个车位。若是安尼无正确的话，这个地下停车场显示是0，敢有可能？嘿，凡是这个0嘛是毋对的，真正有停车位嘛无一定。所以我就甲说落去，真正甲车撸落去。撸落去的时阵，真正感谢主，我就看到一个人拄好伫自动缴费机，拄好压落去摕伊的收据，收据一起来了后，伊就要行去伊的车。迄台车拄好是伫自动缴费机的边仔迄格，安尼有赞无？免欢喜，等下佫一台比你较紧的，佫甲你抢咧。无啦，迄阵地下停车场真正只有我一台车。所以我就驶去遐的时阵，迄台车一撸出来，我就足顺利停入去。停落去了后，不只是边仔是自动缴费机，自动缴费机通常会伫倒位？出入口哦，对，就是伫病院的出入口。所以我车停伫遮，行2-3步，你要内面电梯坐就去哩啊。毋免伫外口迄个露天停车场带甲人说，嘛毋免伫遐讲晒日头，才佫行入来基督教病院，安尼有好无？所以有当时啊，就是咧讲，咱若军队上帝的话去做，军队上帝的话去做，像大安尼，咱毋免去遐甲人争迄个车位，甚至到后壁，咱找到迄个上盖好的车位啊。所以伫遮咧讲，咱若行伫上帝的道路顶面，咱拢凡事会亨通。问题是亨通有代表咱事事顺利吗？无哦，啥物人讲无诶？无佫叫做亨通，啥物人讲无诶？其实无毋对啦，想讲咱事事亨通，
咱的生活中间免不了就是遐个柴油、米盐、酱油等等的杂事。读册有可能有读册压力，工作有工作的压力，家庭嘛有家庭的压力啊。但是咱也知影，团契生活的好处就是哩，当咱欢喜的时阵，咱咧讲欢喜的事，有人甲咱做伙欢喜，安尼这个欢喜会更加加倍无？哇，无人敢讲话。玉兰知识，有人甲你斗欢喜，安尼你的欢喜会加倍无？会啦吼，会啦吼。是因为我甲你问歹势讲袂吗？笑甲足欢喜啊！咱知影讲玉兰知识，不只是伫教会做足侪真水、真好的服侍，伫外口嘛有真侪无共款的协会，真好、真水的服侍。我相信，当咱伫遐咧做真侪真水的服侍的时阵，咱的心嘛欢喜。所以欢喜快乐的代志，有人甲你做伙欢喜快乐的时阵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快乐的。无有一个故事，我毋知咱捌听过无？有一个基督徒礼拜日透早无去做礼拜，走去拍高尔夫。伊咧拍高尔夫球的时阵，好一杆进洞。咱遮有啥物人有拍高尔夫球的无？我毋敢举手哟。我前几工捌看到咱的兄弟中间有人走去拍高尔夫球，佮抛伫 IG 顶面咯。所以这个基督徒礼拜日透早无做礼拜，走去拍高尔夫球，一杆进洞了，好，本来要找人分享，我也想的怎，安尼就去互发现讲伊无去做礼拜啊。但是即款的欢喜的事，咱会当有人甲咱做伙欢喜，会当更加欢喜。无顺利的时阵，咱会当尽咱的努力，咱也已经尽咱的努力过去啊。无顺利的时阵，咱就带着有所倚靠，带着咱对上帝一定会替咱开路的信心，咱一步一步来行，一关一关来过。我相信到后壁一定嘛有好的结局出来。所以当咱伫这咧讲万事亨通、凡事亨通的时阵，咱做伙来看希伯来文的亨通。希伯来文的亨通，伊的原本的意思也有兴盛，也有成功。我相信咱也听到迄个昌盛、兴盛、成功，安尼甲亨通这两字，应该会类似这个意思吧。但是当希伯来文佫继续甲咱讲，有智慧、有观察力、有思考、有谨慎的行为的时阵，我毋知影你会感觉奇怪无？有智慧、有洞察力、有思考、有谨慎的行为，这甲亨通有啥物关系？有智慧、有思考，咱做代志谨慎，这甲成功有啥物关系？有啥物关系？啊？智慧嘛哦，因为圣经里正咧甲咱讲的亨通，毋是一时的成功。毋是一时的兴旺，这咧甲咱讲的是，当上帝互咱有够额的智慧，想使咱有观察力，想使咱有思考的能力的时阵，咱佫包括咱当谨慎来行来做。若是安尼，咱得到的成功，就毋只是一时尔，有可能是久长的。这个兴旺，这个成功，甚至有可能会去指引着咱的子孙啊。所以你看，圣经内面咧甲咱讲的，迄个福气是到千万代，就是安尼来啊。所讲的不是一时的成功，不是一时的昌盛。当咱运用着上帝所予咱的智慧，咱有观察力，咱会晓思考，咱谨慎来行的时阵，这个成功、这个好处、这个福气，是会当留予咱的后代啊。所以咱会当看到大卫王最后咧交代伊的后生所罗门的时阵，毋是咧甲伊讲我留偌大的国家予你，我留偌大的土地予你，我留偌济的遗产予你，毋是啊。大卫王伊所咧讲的是儿啊，就爱会记得永远行伫上帝道路顶做对的事啊。有一出电影叫做《阿甘正传》，毋知咱有偌济人捌看过无？有吼，有人看过，真好。
第一堂华语礼拜的时候，我一问遐少年仔，有的人连听都毋捌听过，所以有看过，表示咱拢有年纪啊。哦，你无看过哦？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拜三的时阵，伫生活查经，我嘛袂记到底是啥物话题，阮伫遐咧讲，突然之间，我有一个足无礼貌的问题，忽然甲林林执事讲：林林执事，你是毋是比我较少年？林林执事真谦虚哦，伊讲无啦，咱应该差不多，但是重要的是心态。bingo， 所以我问讲：你心态几岁？伊讲：伊哥真的脸皮很厚呢。伊讲：我的心态是18岁。我嘛无咧注意哦，我嘛甲讲安尼咱平会哦，心态。伊即出电影中间有一个片段咧讲到，就是讲阿甘伊伫即个军队离诶连上有一个足捌字诶好朋友。当因经过一寡战争，伫迄枪林弹雨中间活过来了，因知影死亡其实离因真近。死亡离因真近，随时有可能一粒枪子弹过来，有可能因的生命就结束。所以因两个就约束一个项事，因的约束就是讲，万一假是我先过身，我先战死，你爱代表我，甲伊的爸母讲，甲我的爸母讲，我伫这个战争的过程中间，我足勇敢的，因就做这个约束。后来，因的连队出去的时阵，伫一个树林内面，拄到共产党对因的突袭，因这个连队互越南的共产党拍甲密密麻麻，所以这个连长最后无法度，只好下令撤退。撤退，咱知影，当一个军队往头前去的时阵，上头前的上危险，所以要撤退要往后跑的时阵，哇！一西翻头，本来伫后壁变头前走大声，迄个阿甘本来是伫上头前，所以往后撤退的时阵，伊怎变做伫上后壁？看过即出电影，你甲有印象无？阿甘有一个足厉害的所在是伫倒位？足好走，所以就算做撤退往后撤退的时阵，伊伫后壁，伊足好走，一直走，一直拼过伊的其他的同袍。但是，当伊一直走到头前去的时阵，伊忽然想到一项事：金米咧，所以一边找，迄边找，找无伊这个捌字的朋友金米，所以佫想到，无伊要佫走倒转去找。当伊要走倒转去找的时阵，伊的排长有看到，伊的排长甲下命令讲：你不准转去，转去根本就去找死嘛。但是这个阿甘。看到伊的排长了后，不管伊，就是要倒去找伊这个朋友。最后，这个阿甘有将这个金米挨倒转来，但是挨倒转来了后，伊的排长一看，这个金米已经过身去啊，所以这个排长就甲骂，你去救一个死人倒转来有啥物意义咧？你救一个死人倒转来有啥物价值咧？这个阿甘讲无，足有意义嘛，足有价值咧。因为伊对找到吉米的时阵，伊还佫有一口气，所以这吉米看到阿甘走倒转去找伊的时阵，这个吉米本来受伤足疼，但是看到阿甘倒转来的时阵，这个吉米开始有一个微笑，挤出了一丝微笑了后，甲阿甘讲：“我就知影你袂放杀我，我就知影你袂放杀我。”讲了后，伊才来过身去。所以阿甘讲。吉米在伫世间上最后的时阵，伊知影有人陪伊，这嘛是伊做一个真好的朋友。最后我都替伊所做的代志，陪伫伊身边啊。所以，这个战争的故事的中间，吉米有阿甘愿意冒着性命的危险来救伊。咱伫这个世界的征战的过程的中间。咱伫这个世界征战的过程的中间，咱嘛唔通袂记，有主耶稣牺牲的性命来救赎咱。所以要做对的代志，需要付出代价；想要做对的代志，必须要付出代价。就亲像讲，一句话咧讲，优秀是一种态度，优秀是一种习惯。我相信伫咱台北南门教会中间，咱有真侪真优秀的兄弟姊妹。
这真优秀的兄弟姊妹，我相信因不只是我靠着因与生俱来的这款的聪明才智啊。我绝对相信，您咧读册过程、您咧工作过程的中间，绝对付出真多的努力甲打拼。这就是一种的态度，这就是一种的习惯啊。捌有一遍，我甲慈恩师母咧看一个日本的节目，这个日本的节目咧提起讲，日本遐有一间将近100年的餐厅开了做好。第一代头家伊发明一种新的食物。这个新的食物真趣味，嘛真好食，所以附近有一寡平平咧开餐厅的，附近有一寡平平做厨师的，想要甲学。这个第一代头家不藏私，只要肯学，伊就甲因教。传到第二代的头家的时阵，这个第二代的头家为了要纪念因爸爸这款不藏私的精神，后壁只要有人愿意要学安怎做一道菜，伊嘛共款会甲因教。所以后来，咱知影日本的一个关是足大的关，或一个关拢迄个面积足大，所以后来这个食物成做这个关的国民食物。这个关代表的食物，所以有一个电视台的电视节目就要来采访这间餐厅。无想到讲，好不容易来到这间餐厅做采访的时阵，有啦，伊有采访迄个头家，但是采访的时间无长，伊有去采访。去翕这个食物的制作的过程，但是咧讲这个食物的时间嘛无长，结果大部分的时间拢咧采访、咧军队、咧翕一个人物，这个人物就是因这个餐厅停车场的管理员。我毋知你会感觉讲啊，一个停车管理员有啥物通采访？啥迄个节目会采访遐久？咱若住大楼的，你有看到你大楼一般咱的管理员平常时咧创啥物无？你也准讲是较大栋的大楼，有可能恁的地下室要落去，嘛有迄款地下室停车场的管理员，你有看到管理员平常时咧做啥物无？但是这个节目是到后壁，伊大部分的时间拢转变方向，咧采访、咧军队、咧翕这个管理员。原因真简单，因为因看到讲，这个停车场只要有车驶入来，这个管理员就小跑步走来车的头前，当然毋是要互弄啦吼，走来头前，互这台车一礼拜到停车场，就当看到这个管理员，这个管理员就当随时甲指讲倒位有空的停车位，伊会使驶过。佫较趣味的是，每一道这个车要驶入停车格，也是要对停车格驶出来的时阵，这个管理员伊拢会用家己自创的舞蹈，伫遐甲比。我袂晓跳，我足袂晓跳舞的，但是就是伫遐比甲互遮的来的人客，也是要离开的人客，感觉足趣味的。甚至每一道只要有车辆驶入来了后，伊也看到讲落来是一大人，伊就会当去摕迄个细项的乌米仔鸡，去摕一寡点心来互大人。看到落来是有囡仔，伊嘛会去找迄个囡仔爱的佚佗物仔，也是囡仔爱的汤仔饼来互囡仔。所以，采访的过程的中间，这个记者咧问：哇啊，恁的餐厅哪会遮大心，佫会准备遮的物件，互迄个新来的人客落车的人客？这个管理员真歹势讲无啦，这嘛毋是餐厅准备的，这是我家己买的，我家己开钱买的。所以记者就感觉足奇怪，你也安尼规年烫天落来，你会开足侪钱呢？但是这个管理员讲，我足意安尼分享遮的快乐，分享遮的物仔，互遮的人客。所以遮的人客就若像我的朋友共款。所以讲，其实伊大部分的薪水拢撒去买遮的汤仔饼，买遮的乌米仔鸡。所以第一顿欢喜礼拜中间，我甲咱的兄弟姊妹真坦白讲，甲要问这个问题，我会足歹势问的。要问这个问题，我会足歹势问的，就是讲，咱会愿意将咱大部分所赚的薪水，撒出来分享给别人吗？咱会真欢喜将咱的赚的薪水大部分撒出来交代别人吗？还是讲，
咱会真欢喜，将咱大部分所赚的薪水，拿来奉献给教会，互教会做更较济有路用的事干吗？我家己承认我无法度啦。但是优秀是一种态度，是一种习惯的时阵，我相信，伫这个管理员的心上看会到啊。所以不管安那，伊一天的工作落来干那忝，只要有车来，只要有人来，伊迄笑容就笑甲足灿烂的。甚至伫电视台伫咧摄影拍摄的过程的中间，看到有一个家庭拄对餐厅出来，这个家庭是一对爸爸妈妈带着2个囡仔。小孩，这个小哥哥一出来了，就走去甲迄个管理员摸的。啊，甲摸掉的时阵，伊的小弟弟就伫边啊。你敢知你创啥？要赶紧讲，哥哥你摸了换我啊。所以就换去摸，啊摸了搁较暗，摸了搁较久。换这个小哥哥看了吃味了，等伊个小弟弟摸了，小哥哥搁甲迄个管理员摸第2遍，而且摸了搁较暗，摸了搁较久。所以这个小弟弟就唔甘愿，那会使你摸2遍，我嘛要，搁摸去。所以呢，这2个弟弟哥哥就伫遐摸来摸去，摸来摸去。我在咧想讲，是毋是我嘛要开始准备一寡七头面啊，一寡汤仔饼啊，无咱的主务学生加甲我打招呼，尔拢袂甲我摸掉的。最后嘛是因为妈妈来甲因赶来甲因捡，这2个囡仔才愿意离开啊。所以，当优秀成为一种态度，我们就会想要尽心尽力去做我们该做的事。当优秀成做一种的习惯，咱就会尽心尽力想要去做咱该做的事，做对的事，而且把对的事做好，更加好啊。所以有一句话，人咧讲自助人助，但是我感觉安尼佫无够，因为台北王知影自助人助也佫无够。当咱自助人助，咱行入上帝的道路顶面的时阵，上帝的保守引带，就会互咱手所做的工亨通啊。所以，这个优秀毋是讲咱要甲什么人来比，这个优秀嘛，毋是讲要来甲人什么人拼什么款的代志。这个优秀是毋茫讲咱会当用对的态度做对的事，不断学习新的事物啊。所以有一句话，我毋知咱捌听过无？学历、学历。代表是咱的过去，学习力代表是咱的未来啊。所以优秀伫咱教会内面，咱嘛要甲当作讲，咱要坚定军队主耶稣，咱要坚持行入爬上帝的道路顶面，真做正人的帮助甲祝福。所以当大笔伊的人生到入伊路尾的时阵，伊知影。面对死亡的时阵，伊的内心平静，因为伊知影伊一定努力跑走过伊该跑走的路啊。所以咱若讲细里想，细里来看，大笔伫后壁伫即个中间前后所对所罗门王所讲的话语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句话啊：你的心伫倒落？你的心较无的是啥？当咱的心毋上帝，当咱的心较无上帝的时阵，咱的人生，咱的生命，就会愈有意义，愈有价值啊！所以，咱若对大笔伊的后生所罗门所讲的话，其实真简单，就是3个方向。第一，敬畏耶和华，咱的爸上帝；敬畏耶和华，咱的爸上帝，这是咱的信仰的根基。做代志爱带着智慧，明白是非。这是一个公平、公义、需要的秩序。上后壁传承神的应许，唔通忘记上帝永远的中间有福气，嘛有责任，有福气，嘛有责任。这是上帝国内面咱的使命啊！所以上帝互因这个爸仔囝所讲的话记录伫圣经内面，我相信上帝的心意不只是要互一段爸仔囝的话，就只有留伫因2个人的中间。同款，这嘛是天父上帝对咱所讲的话啊。所以，伫这款的状况下面，加过另外有3句话，咱做伙来看：不留遗憾，要留使命；不留权势，要传信仰；不怕结束，要盼延续。这3句话，咱若只是当作口号尔，咱若只是将伊当作陈腔滥调尔。
当然袂有任何的意义啊。但是咱若愿意改变咱的心，改变咱的方向，认真思考，付出行动，检猜这是咱会使做伙来学习，这是咱会当做伙来努力的方向。就亲像你第一堂的花季礼拜，伫遐我嘛咧咱遮的爸母讲，因为伫这段时间有一寡机会，甲咱的青年、青少年咧开讲的时阵。因会感觉讲第二堂的台语礼拜，因听无啥有台语，所以其实咧做台语礼拜的时阵，因会感觉足无聊的，听无当然无聊嘛。啊无第一堂的花语礼拜咧，第一堂的花语礼拜嘛无拄看会到因来参加，是安那？因为因佫感觉8点半伤早，所以伫第一堂我遮的少年的爸母，我安尼甲因讲，检查有当时啊，咱的爸母可能爱较忝一下。咱的爸母可能爱较忝一下，咱陪伴咱遮青少年、咱遮青年做伙来做礼拜，陪伴因，做伙来做花季礼拜。啊无你想看卖一个，咱的国中生、高中生、大学生，无啥咧做礼拜，有一天伊出去啊，会变做啥物款，咱毋知啊。所以我咧讲就是讲，原咱的爸母较忝的，嘛尽量陪咱的囡仔做伙来做花季礼拜。花季礼拜了有一个好处，咱会当做伙先食一粒饭，像遐社青，伫遐一边食饭，就伫一边伫遐咧开讲，伫遐咧讲一寡最近的生活、最近的工作，安尼毋是足好的吗？其他的高中生嘛会当一食就去少年团契继续聚会，安尼无足好的吗？所以，才有一段经文，我相信咱珍惜，咱做伙来读一遍。无掠家己做已经得到，独独专务一项，就是记伫后面的事，得意头前的事，所查的目标来走。是安那得意甲目标，我要用红色的字，恁要摇看卖无？这个得意是啥物意思？这个目标佫是啥物意思？得意是咱台语汉人版所翻译的，日中文的和合版伊翻译做努力。努力得意，你原本的希伯来文的中间还有用力向外伸展，努力拍拼往外口伸出去。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咧讲，咱爱努力。但是咱的努力唔通去互咱框架框住，咱的努力唔通互过去的累、过去的习惯框住。咱互咱的框架框住，互咱过去的习惯、过去的累框住的时阵，咱敢若努力嘛是伫内底洗玲珑一直转啊。当然我相信，伫内面洗玲珑一直转，咱愈努力愈拍拼，咱会愈熟悉，咱有可能会做愈好。但是有当时安尼佫无够啊，咱必须努力向外、向前伸展啊！就亲像我之前捌讲过，有当时咧看咱的手机啊班咧上的课，咱遐一寡社区的时大人伫遐学甲足好诶，比我较厉害。因为因所咧做的物件，我袂晓呢。所以咱会当看到有一寡社区，咱遮的时大人，因无互因的框架框住啊。因的电话不只是上网尔，因的电话不只是摕来敲电话尔，做图片做啥物？像之前有甲咱讲过，最近因咧上的拢是 AI 啊，ChatGPT 啊。所以这款的努力，这款的得意，不只是伫迄个框架、迄个习惯，咱原本的所在伫遐咧洗玲珑，是要向前向外努力啊。特别是努力得意这个。字形伊是现在动词，现在动词，所以咱若甲一句话用甲白话字安尼甲翻译出来现代的话，咱就知影讲，咱现在就爱行动，咱现在就爱往头前、往外面来扩展啊。安尼咱才会行通啊！所以同款，我相信这个目标，这个字应该咱真侪人真熟。这个目标，这个伊的字根是对迄个靶心来。
所以咱就知影讲，当迄个巴心摇出去无正的时阵，甚至迄个巴心无去的时阵，咱城钱是要安怎城？迄个巴心摇出去，迄个巴心无去的时阵，迄个目标无去的时阵，咱要安怎往迄个目标来跑走？射标就要瞄准靶心，咱的心思意念嘛要对准迄个靶心。咱感觉迄个靶心是啥物人？咱的靶心是啥物人？上帝真好，我们的靶心，我们的目标，得爱心咱的爸上帝啊！所以，遮有一个经文，咱读右下方，咱做伙来读一遍。阮的心神听候耶和华，伊是最阮的帮赞，最阮的盾牌。所以，咱的心咱的爸上帝，咱的心听候咱的爸上帝，咱的爸上帝就要成做咱的帮赞，咱的盾牌。阿妹嘛，三个来祈祷。阿爸爸，阮的上帝，阮要学罗你。阮伫主耶稣所设立的教会内面，阮三个弟弟而才来学罗你。阮也要感谢你对大笔所留落的话语的中间，来成做阮真实、真宝贵的提醒。阮为着安尼来感谢你。阮也恳求你伫阮的日子的中间，赐福阮有教育能力来行伫你的道路顶面，伫你的荣耀的国度内面拍拼。安尼祈祷，隆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三甲用圣诗140首来回应上帝，耶稣的手扶持我，请起立。请奉献，请梁家宏技师、陈振宇技师来书献。
三角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。请坐。报告。头一点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做礼拜。礼拜了后，请互相交陪伫地下室来享受爱餐。每一个月第4个礼拜，感谢着妇女团契的服侍。第二点，就是有一个补充互大家了解，就是讲，若是有聚会要开会，也是团契要有活动，请伫12点半才来开始。12点正前若是讲饭盒有无够的，会当甲同工来登记，办公室会当来补订即个便当。毋过请麻烦伫12点正前若是较晚着，真正就歹势。第3点，小等呢，伫平安夜进前，阮为了甲70岁以上的长辈一个礼物，恁免烦恼，免去算家己有几岁，就是44年厝无烦。44年甲进前出世的是大人，小等都会当摕到一个祝福的礼物。第4点就是洗礼，本堂伫12月21号要来洗礼，请道牧师也是办公室来登记。若是要为大家别个教会要来转进来我们教会，嘛是同款，请道牧师也是办公室来登记就会用的。来刷落来就是年度的暑假研讨会就是要定伫11月22号拜6的下晡，请各团契也是甲各组的这个计划，会当请伫11月11号进前，会当互办公室来做准备，请大家配合。第6点就是后一个主日，11月2号有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，迄天有请到陈宽义牧师要来正道，请为这个事来祈祷备班。第7点会较麻烦大家，就是讲教会第1场的早顿，也是第2场的爱餐了后，请大家食了后用明仔纸甲便当盒仔小切一下，安尼明仔纸等粪扫桶我们的餐盒会当较好，会当来回收，大家三厅互相来提起，来进行这个准备，互后面要来服侍的同工会当感受到大家的疼惜。团契的消息就是夫妇团契，伊要伫11月8号拜6，伊要去承德佚佗一天，客友12块，毋是客友的14块。这个费用包含着门票、中昼顿、暗顿、游览车、保险。毋过爱注意，就是讲早顿也是要订高铁的票，无伫内底。若是买高铁票有较困难的，伫报名的时阵，请带执事夫妇会当来说明。具体消息较毋甘，就是桂月节、王桂月节、桂月节伫10月19号，门主的温调，享年98岁，就是伫明仔载拜1早起10点半，伫邦桥的边就是要举行告别礼拜，望主会当疼惜，会当亲自安慰伊族。毋过，遮会当来一个补充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本堂的执事赖硕伦执事吴婉平夫妇，伫在24号得到主的恩赐，有得到一个查甫婴仔。就是那个，我想大家除了替那个赖硕伦执事、吴婉平夫妇欢喜，我想阿公阿嬷嘛是最欢喜的来恭喜恭喜，安尼完成了一个好字，恭喜恭喜。好，那刷落来。大道的事项有3点，第1点就是为着咱教会所有人的身体健康、灵命会来祈祷。第
第2点呢，为着教会的事工的推动来祈祷；第3点，为着咱的世界、咱的和平一切来祈祷。牧师敢有要补充？敢有无要补充？好，今嘛咧，我们就要来颁奖咯，哈！确实咧哦，爱请到70岁70岁44年次出44年次出许进前的人，请较麻烦，请你徛起来，阮同工会甲我们颁奖，甲教会祝福颁互你。来，莫歹势哦哈！大家拢足勇敢哦，拢看袂出来哦哈，就勇敢甲徛起来。边仔人抱啊声袂当停哦。若是有摕到红包的，请坐。这是教会祝福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灵命拢会当搁较勇敢。70岁以上都会当领受到教会的祝福。2楼有，3楼嘛有哦，3楼有同工服侍哦，恭喜！抱啊声袂当停。无简单呢，吼！有勇敢的灵命，勇敢的身体，大家保养个就好，拢真正看袂出来。恭喜，拢有摕到无？搁有还袂摕到的吼？好，请多谢，谢谢，嘛感谢着服侍的同工。好，刷接我们来平安礼，请起立。上帝敬你，咱拢正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正做上帝子民，因为耶稣正做神，因为耶稣你更名，因为耶稣咱有国我的人生。上帝敬你，咱拢正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正做上帝子民，因为耶稣正做神，因为耶稣你更名，因为耶稣咱有国我的人生。上音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上音了后，请牧师祝祷。
愿被上帝平安保守咱的心怀意念。愿主耶稣的大能力成做咱不断向前的力量。愿圣神的感动，互咱的日子成做主荣耀的见证。对这时直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密道闭会，请伫电乐了后，才来刷动骹步，多谢。